来看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第二轮当选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祝贺电报。第二轮有回隧道社嘛讲会坚持九二共识，反对台湾独立。 国民党主席选举落幕，结果18公布由候选人第二轮当选，得到外界关心未来党内整合甲路线问题。这位下立民党主席朱立伦19讲，家己未来最佳的角色是永远的志工，会以感恩的心继续回报社会，协助党务，并且祝福第二轮会用带领国民党更加团结、更加好、更加强。我想我最佳的一个角色是永远的志工。那当然大家 会有一些期许，会有一些担忧，但是我觉得最重要，大家能够团结努力。国民党党中央19中昼也收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来贺电，第二轮也回复电文致谢，搁再讲坚持九二共识，反对台独。也若选后安怎团结党内，国民党立委王宏美呼吁，应该快速修复甲其他阵营的关系。所来主要目标就是2026年选举一定要赢。 希望说郑丽文能够快速的去修复跟其他阵营之间的关系。2026的县市长的选举，我们一定要赢，而且要赢得漂亮。不过，由第二轮过期吧，严厉批评前民进党主席郭文铁，各界也关心票数的国民党甲民进党合作。对此，民进党主席黄国昌讲，无什么代志是放袂落，过期部分早就过期了。一个成熟的政治人物哦，为了台湾，为了人民。 没有什么事情放不下。昨天晚上，我是跟柯文哲主席在一起的。那针对联合政府接下来推动的步骤以及时程，我们昨天晚上有进行非常缜密的讨论。民进党是对新任国民党主席有两个期盼，一个提醒，希望国民党会使回归理性论证，把国家利益放在政党之上，共同面对当前国家安全的挑战。 根据国民党规划，党主席选举结果出来了后，会伫2月公告党主席当选人名单，2日会甲选举结果登报中常会核备，在1月7日开全国代表大会进行新旧任的党主席交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